家电视台体育版看到明珠对战明珠。虽然我比赛的准青那个资深的明珠，不过呢，比赛那件事情啊，很不用会了哈。尽量。尽量。为什么我们这一组那么年轻，要来参加比赛？因为我同学在这边，我是想看一下他平常西都该走嘛。同学，你是不是他同学？我是啊，他叫罗志成，我是罗志祥啊。厉害！叫妈，因为强到叫妈嘞哦。超無啦啦，超無啦啦，唔會超無啦。各位改變群魔啦，你喺度咯，看到信中同你賭唔掉啊！ Hello， 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！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！分享薯寬，一家之主，我係民族，我係莊百強。因為當歡喜哦，來到新竹要道別，可是我先提倡大家，張伯謙，你從今天開始不能離我那麼近。 那這樣子的距離呢？太近，室外保持1公尺，防疫期間人人有責啦。屬於安全嘅距離啦。冇錯，估算你本睇下來係來6樣嘅時間沒有擋風險啊呢。好，先來分享到給面嘅評審欣賞，李子龍、李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子龍。李師傅你好，還有非常熱鬧嘅陸準斌陸師傅。大家好。分享。 哦，今日來到新竹新埔也道別都好呀嘅 visa 呢，就係3年宮也道別拜嘅就係三官太體啊呢。你講三官太體對客家人嘅信仰來講非常嘅重要喎。拜天神、然後地神、然後水神3個神明，強係係咪代表客家人對一個天地太自然嘅尊敬啊呢？係啊，咁但係像安用哦，攞呢度信布倆片哦，你聽我說嘛解？一聽我是嘅字誒。 字邊，還有板條。好，先來分享到今日嘅潛水站，兩個表兄弟羅志成跟練文傑分享，羅市長文傑分享。哇，有沒有？哎呦，自嘆不如。幡然的安然叨叨。而且他也會講客家話。來，我跟你講，你要不要先退下了？藍水吼，今年幡然叨厲害了，明珠姐來了，來，掌聲歡迎林明珠還有鍾玉潔。明珠姐，大家好，學姐你好，學姐，在這啊，多厲害！搞錯。好啦，講到那個新埔亞道別，大家知道都亞道別有乜個特色冇？有乜法通啊？有乜個好食的有冇？唐公就先問資深的，除了板條，還有染改比賽。染改啊？係染改，就是我18歲嘅時間，我是出家咧，嫁過去嘅時間吼，我要帶6隻大乳改。 因為我帶西窗孫哦，所以當到菜蝦吧哈，就帶轉移是本改一些，所以我改只是學到動態，我嘟嘟到今年的偏安戲的時間，好幫他用就染改比賽，我真不小心呀，啥得到優等獎啊，不一張掛個啊，就這樣啊，係安永啦，係。剛剛感謝幾隻嘅，係呀，這算是大茅埔這邊很特別，因為大茅埔也有，已經有140年嘅歷史，對不對？真嘅140多年了。好啦，咁你一條故事都點冇？有聽過，但是比較沒有參與到這樣。哦，對啊。好啦，先嚟小記下幾咩嘢 T 嘅色彩係嘛？好，大家來看。用下嚟係播看啊。好，你一下所謂打開咗一本大家看，今日提咗講我哋注定嘅色彩係馬解東西咯。哦，羅劈講開風係咪？開料係咪講財布？財布，係嘛？財布好香哦。對，一打開就聞到呢。真嘅呢，而且也記住真嘅阿婆嘅面床頭都係按樣面拖。係啊，韓國信布倆片嘅這個。 財布哦，那撇沙哦，南部啊、中部的不一樣哦。冇用，好，來小記到咁樣專家片你來小記，係你採鐵農民朋友吳尊賢、吳太哥分享。吳太哥你好，來，來小記係。係主持人誒，大家好。誒，你啲材料是完全冇用化學配料，弱而好，是本地自然生長。 你特別嗰邊嘅世界上，你客家人當會做材料板。真的。嚇，冇韓國曬財布，像一齊曬財布曬起來，就是表面裝下。對。狂人啊哈。空的。嘿嘿，你係雞湯呵？哪裡有雞湯？那有雞湯。有冇？對，那這個先不用順風，等下來小記一下。講到雞湯要讓它。哇！
好，这个是肉脆不给头吗？系俩有三种，好，代表安尼三代同堂，所以俩名按照三代同堂鸡蛋。天哪，干太赶快先了，试试看哦。好，大家天试试看哪试看。，等一下慢慢烧改。来来，最难的迄都前辈塞肉配干呐吼。俩马改是摸表哈，是表卤菜脯，好，韩国安尼新的菜脯啊，新的菜脯是表 Q 眼晒的，韩国安尼俩经验的菜头，吃到有层次感。无 Q 用，看呀，也给油呀，肉脆布嘛吼。啊，卤菜不会不用 QQ，所以看用 QQ 都做的。俩表热传家宝是不是？热酒实在就加去啦。好，俩从俩系列差不哦多有20人研究的。真的好有层次哦。当然俩安尼公演前后吼，当到我袂全都的韩国外底下适当学安尼俩道的菜脯啊、整个板啊。好啦，非常什么舞台口竟然来到90%的客家中，一定要吃到最正统的那个客家经典味道。菜脯馆、卤配馆都到中马料理嘞，谁来精好？体育馆的比赛喽！客家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生起自家的好明星。用最低餐厅的时间地度，用菜体的指定食材，做出自家的素卤菜。到底哪家的面食会较上瘾呢？准备拿出你的好本蛋，一家之主送在你。体育馆就会拿出这个客家经典料理，可是呢，我跟你说，来俩脆黑马干，你知道吗？既传统又创新，看我们的是新生代的，可以吃到生命力。一定要有做马改。乐康呐，哎，你给me牙脆而做的料理黑马干？做个菜脯煎条。你看，线条夫。来，听到菜名，给我一个掌声一下。菜脯煎条夫有没有吃过？冇食过嘛哈。我你一开始讲哦，讲到该经典哈，经典料理，客家料理绝对少不了三青肉，我要做个料理嘿。菜脯炒三青肉，没动力哈，总算鼓励一下。哎，唐艺伦，我们其实可以合纵联盟哎，因为可以包粽子了。做的 Q 版好，唔怕呢，既然呢各水都拿出不卡嘅本地料理要出来比赛哈，我来先问一下红队有信心冇？有，加油好冇？加油！好，咱注意有信心冇？有。好，既然大家都有信心的话，来算到3个后就正式来开始比赛了。1、2、3。开始，给走了，省钱，好。其实动机的，我刚刚一开始问他们的时候，他们说，佢哋想到该3千牛来炒该菜脯哦，是因为想到谁去这些到阿婆做的那个粽子，客家粽。哦，那个真的很好吃。菜脯咧一定要有油脂，有油来炒才会香。而且不是，我觉得等一下你做的题目嘛，你嘛。要给菜脯本身就是一个决胜关键了。要菜脯有米头要冇米头，来到来有辣对，所以我们等下先去试一下菜脯哎，你吃看我这酒，真的厉害，是我们自己做的。哎呦，年轻人做的。对。哇，你看匕首有嘎斯来张伯谦，你看看会做菜男人就是帅气。啊，有考虑主持这个行业吗？没有。那我就放心了。我跟你说，文杰给被种朴实。哦，走马改是西餐还是中餐的？西餐的。你看，西餐最好把妹了。真的哦。对不对？对不对？系啊。他女朋友，你朋友都可以倒闭耶。朋友都聊。对啊。那你们的那个菜脯我可以先看一下吗？来，这个谁做的？先来讲一下。哎，你们是做辣的，是不是？等一下，我跟你们，我端过来给评审老师看一下，两个黑文杰周围哦，文杰8年级哦，8年级做8年了。来，真的用数吗？有洗手吗？有洗手，酒精消毒吗？有酒精消毒哎，这个很又香又辣。哎，要给拿了蹦翻就懂啦哎。蹦翻，跟到底。文杰，要不然你搞我做的呀？自己想的啊。你看，天才，料理天才，几分？我觉得我自己评已经超过10分了，很好，光这个很好，谢谢。来，超过10分。我们还有加分的点哦，我们还有加分的点。你还一定会凶哦，为什么我们这一组那么年轻要来参加比赛？问一下，为什么要来参加比赛？我是因为我
同学在这边，我是想看一下他平常心都该跟走嘛，木马干，哎，木哎马干同学，你是不是他同学？我是啊，他叫罗志成，我是罗志祥啊。蒙你会讲不了。啊，同学都没有人要认领哦。该啦，哦，所以今年压力动态啊，给六场黑那时节同给学，中的同学，贵中同学，给中同学。哇，他国中的时候比较瘦吗？哎，比俩少，哦，比他家这样，一百，好难到。那我反问，那他国中的时候头发这么卷吗？喂，佢貴仲家就當佢做料理嗎？該是都有興致啊。哦，當有興趣係係冇？啊係啊。先高你給打邊關啊咯，哈，一面插一張邊面哈。哇，這個是我的愛，要把它碰牌哦。我的3層肉。哦，你這個切嘅3000妞係切片哈。嘿，对，薄片。本台個 P-con 啊哈，我們的菜脯哈是自己做的嗎？係自己做嘅嗎？美咧，我親戚做啊，哦，親戚做嘅，試看。有細個冇？你有去食過嗎？也可以吃上啊。都處理好嘞。可以沒有吃你想當上蹦梅吼，唔可以看幾個拍拍哦，幾肉味哦，幾整啲肉辣味哦。非常好食。哎，真的可以配電視哎。也是傳統的米線。我們一開始吼，會先煸個3000妞，煸出油吼。对对。哎，这个好啦，咁搞穩咯，等下立章都進來了，哈，加油哈，加油！先別啦。天呐，煎的很好呢。文杰唱高一下，这个是你们家的经典，还是你研发出来？自家想这是应该叫经典加创意啦。啊，经典的。妈妈我煎条幅嘛，然后那些都是冻河水的，煎的不够咸，我就加一点什么豆豉啊、菜脯。哦，挑布伊啊，老厉害啊！哎，咁佢按到批料还要用的，等下要鉗都當狗呀，還要擺都帶下。哎，鉗都上的。鉗都當狗，不用都當狗啊呢。哦。那我们等一下就是会用盖料来做摆盘铺底这样子。我发现你们有一个黑黑的那个是什么？挑丝。挑丝。时间有慢。你要吃吃看吗？憨憨改黑吗？对啊。它比较重咸。我们最后再吃吧。最后再对。好，你先够离开呢。那我们就先起锅了。哇，好香哦！你们这些好色挑夫跟南美女呢哈，多吃一点哦。敏珠鸡吃到那种版是按价，因为脑舌好，很好吃，很好吃。明珠姐送你们一个大拇指。哇，那个烟哇，煸的冻香啊，好香哦！3层肉太太香香哦！太香哈。哦，有多少会插嘞？那会插啦，蛮插。对，而且你们这锅这家的烟特别的大，抽油烟机没开，因为烟很多。可是东香东香，比上有多少汪？因为它的蓝点。有没有感觉我现在很像仙女一样？有。今天来都要跟 V 手，我觉得自己跟像仙女一样。像录烟熏妆。对啊，真的。我现在先捞起来。等一下它会炒。哇，这个我喜欢吃哎。其实这样就可以吃了，我这样不是水豆好吗？真的。配一点酱油膏。还没。等一下再。酸条条油。我这个油啊溜豆油的，然后菜脯。好，那你们继续喽，我们要过一喽。甜个炒啊。跟条幅箭头。我请你同学来专业指导好不好？哎呦，厨师帮忙，厨师帮忙帮你同学嘴巴教导，左巴。哦，用嘴搞定。哦，記得可能腰下一啲啲哦，腰係啦。注意時間。時間不多了。時間哦。哎，文姐，你剛剛吃一下米頭，看下給老佩管的米頭有拉嗎？哦，還忙。好，還沒調味。大出來了啦，專業的交給文姐，真的。專業。而且他長得很有型，很有型，真的，笑起來又有愛笑的眼睛。對。你還是過去那邊好了。明珠姐，明珠姐，好，等下讓各位好。明珠姐來來嘞，好香哦！會偷吃嗎？哦，很香哦。想問問看，為什麼會二炒？我們剛才還沒放鹽巴嘛，哈，還沒有調味料。
水不是冇話強鹹啦。用起來讓炒出那個油香味一起和所以跳下在一起。邊跳油的是放啲豆腐乾，然後啲三青用佢做到跳油哎，不之後會吸收，咧，嘿，對。哇，還有辣椒。煮1分鐘哎， 1分鐘了算啦，好，好，哎呀這個沒關係。一跳魚撈係咪？哇，say you 嘞！哎，这个是客家小炒的進階版哦。哦，好嘞，好嘞。好，好嘞啦，去喺我哋呢台調味料嗎？關火關。他們有加鹽了，有了，我已經加了，忘了但是沒有加糖。加嘛現在可以加嗎？好要不要加開火？鹹甜鹹甜。對，要加一點糖。要啦，那沒有那個。沒有我們好了，那我拿過去我們那裡。看見他，哇，文杰接手了。文杰，你終於來了。你們現在先讓我們冷靜一下，因為我們該時間呢，好不好？盡量不要再問我們問題了，給我們鼓勵就好了。好。哇，他需要。哦，他們很厲害所以哎，你懂這樣對？因為佢都有改菜脯誒，甜甜鹹鹹改，然後又加個鳳椒，所以那個甜度又不一樣。哦，倒數嘞， 6、 5、 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等下水煮了，吃吃看那體管低度耐不卡米西卡好食嘞。哇，体管料理除了真眼还看到，你看2道菜都看起来懂沾对嘿哎，啊，完全都係想顏色。傳統到創新嘅對戰。真的好，來水了吃吃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已經金豚還有藍水耶哦，哇，好香哦！你們這些好食豆腐給南美人啊哈，嘿，多吃一點哦。好，來來來謝謝。請問你係，哎，好像動火性啊。哇，檸檬，哇，我豆腐還端腰哎，已經又好吃哈。嗯，真的很好吃。哦，佢之後咧做得更好吃。懂真的，因為有一些酸辣辣的，它又香香的。甜甜的，好好吃。文姐有滿意嗎？有啊，好吃哦，之前吃到嘞，重口味，鬼走的。真的好。敏珠鸡，你吃到那种版是按价一定懂吃好，很好吃，很好吃。明珠姐送你们一个大拇指。請問你啊，玉姐姐呢？動火性，动火学了。好厲害，那個夯燙凍肚哦。真的呢。哎，文杰应该用播出席哈，真的会很多人去调查你在哪个餐厅呢。厉害厉害。真的，謝謝謝謝。真的，他們俩都不敢講話了。完蛋。沒有，沒有，怎麼可能？帮我量下试看哈，我们哎做的也不错那個哦。我好想吃哦。三千妞，來，而且你還 P 神沒 P 都懂講哎。老佩講一定要吃到哦。嗱啦，咁叫講，怎麼樣？你豆腐乾啊哈，係軟嘅，該豬肉三千妞係 QQ 嘅，該菜脯哦係斜嘅，倒入餐匙。哎，懂好吃，好下飯哦。請聽東紅食。好下飯呢，好食，另外一種好吃。好，大家可以第一次料理吃落去太假對了，覺得意猶未盡，對不對？唇齒留好香好。吃，真嘅。不過呢，我們不用擔心，上好了看哪類事情就搞本師傅來給聽呢。李師傅哦，魯師傅要想清楚哦，畢竟男人是愛吃豆腐的。好，好了，李師傅搶本分數。哦，咱出第多少分呢？你一下看一下，盧師傅為本馬莎分數咧。哎，你都得到2還分呢。是媽媽的味道好。講一下，講一下。豆腐有甜度，但是呢，跟香味冇出來。建議豆腐愛香啊，一定要不要寫鹽，一些鹽都冇擺去煎，都冇個地擺去煎。哦。哎，他講嘢煮煮餸嘅菜就會愛香。啊，人家醬料一片呢，其實冇必多。其實講人嘅飲食啊、調試啊，應該要落去炒一下。你要冇馬炒到就水就落去嘅，所以香味冇出來。夠炒解一下。啊，葉片呢，佢有必多，但是佢就缺點嘅，老闆講調硬，佢客家菜香味就多嘛，我會選擇葉片有必多嘅嗰種香片。啊，你一下話盧師傅咯，呢各種嘅同學大戰而且香港一些同我講，你係菜脯乾係香味，所以
因讲两片做放熏冇强量，你一片吼去调布是像王哥你讲的，因为卖到人海碱，因为好有霉头，还有汗呐。某一了变到是到调布冻往为冇汗，一定会闻到酱长有霉头，还有伊咧找布讲的香味，本牵过去咧。你啊老实讲，强量的问题政策咧。找不讲好走到，可能水土还真好求到，但是叫重点系要炒香来，所以我哋后种咧找不的咧香味。哦，你真的公平公正。你刚才都没有看着我们的志成讲话，你们真的是同学吗？转移当看咧。好，安永基浩把他退出同学会。赖群。对。好啦，唔过呢，我知道讲，其实两嘴都非常的好食哦。唔过呢，也下先修正一下，可能按旧无来嘅李师傅带来乜嘅四个料理要教大家咧。总谱素卤菜。有没有董启泰李师傅带来乜嘅四个料理咧？很久没有表现给我们看看了。从今日做嘅料理有哪乜嘅？今日做嘅料理係香嘅蘿蔔乾。香嘅？啊，蘿蔔乾咩本來就係香嘅嗎？我本件更加香，更加無不一樣嘅香味。是有加什麼來少改一下？看一下。一要起司。哦，起司。啊，蘿蔔乾。蘿蔔乾。嗰個呀，豬豆腐。哦，豬豆腐。親戚配咧就會呀，豬豆腐。那應該是臭的吧？呀，豬豆腐當然台灣係算較特殊的一隻食材。哦。啊，醋嘅就係香嘅嘛。哈？醋嘅臭就變香嘅。臭的等於香，香的等於臭。對，所以就香嘅蘿蔔乾。OK，啊，你還忙手機睇啦？啊，鴉片就係披薩啦，披薩較天然嘅蔬菜。有乜嘅？有紫山藥、紅黃椒、高壓、蘆筍。好，夾。都快是。幾時？一些油就會哈。那今日係有冇咧上到去做兩套中西合併嘅料理啊？因為誒，客家嘅蘿蔔乾一般都係炒豆絲，嗰個炒嘅種嘅豆油，所以基本上嚟增加人家台灣較特殊嘅、較特別嘅食材哈。就要豬豆腐，然後要蘿蔔乾做皮哈，然後豆腐要慢慢煸哈。比香來哈。我們有很會煸豆腐的哦。哎呦，我派出那個志成，哎呀，就見煸就一邊。哇，真勁凍潮呢！睇下要皮到冇？哦，這個凍潮。都有米頭。啊，為什麼要切小小的啊？因為啊，等下我要搭配人家法式麵包。哦，等下豆油油哦。係啊，呢啲豆油油嘅。哎呀，豆腐就了比定見剪哈。哎，你要除了用煎改做這種泡改嗎？就是像人家炸臭豆腐那種。用炸嘅豆腐唔會按，嘅表皮油嘛，會較硬，較無按按起。你可能去切好細地啦，你可以泡一下，會變到皺皺咁樣。嗰叫會皺皺，要就要用剪咧。哇，這一招剛文杰也有試過哦。就簡單嘅，就金黃色，有香味嘅。也香。哎，蘿蔔乾就可以下去。哦，現在就放。嗯。哎，文杰要3天以下應該賺入。目前來講一下，你覺得接下來那總不是會走馬改？接下來啊，看得出來他要煎麵包。哎呀，邊還要快速煎麵包啊！要先拿尖刺來。因為文杰也是西餐的翹楚。啊，佢都厲害哦。你要老紫山藥飆落來哈。好。哎，紫山藥不是會黏黏嗎？對呀。哦，所以呢，它就有一點點勾芡，有一點帶勾芡的效果是嗎？有米絲喎，它嗰種誒。一些甜醬啊呢，哇，顏色凍漿誒，色凍漿。你要用烤米做的嗎？就攞去將米絲帶出來哈。哇！哇！現在放啲放些水落去啊，啊撈豆腐撈蘿蔔乾咧，米絲比豬肉米。也時候就要有調味哈，然後山藥才會出那個嘛。也唔好忝到哈，因為本身有蘿蔔乾有鹹哈，講下等下我不用去吃，然後一些湯，加湯哈，一些就會哈。有時候要長的，然後要黃的、黃的，全部放落去。哎呦，你可以這樣個表怕型哦，動起跟文杰剛剛做的那種。你學我們吼。抄襲啊！抄襲吼。也是豆腐跟彩椒，嘿，對啊，都是豆腐跟彩椒。用的甘酥啦，用的甘酥，用個搭配法式麵包膜啊。哦，OK，
OK。厨师之间的较劲，火药味真的好重哦。对啊真的。個也是表現少少講埋落去哈。哦。照理來講也偏向，但是呢，今日也用菜係粗頭腐落落去講，佢本身面是講埋係邊落去油嘛，為了嘅面是搶出，所以佢只要一絲絲比乾面絲啊，你就會。啊，是个真运動獎哎，法拉必爆哎吼，又是你的主題菜了。主要放起來剛剛氣勢落去啊。哇！氣勢不一樣。氣勢是前後不變哈。變下個 cheese 落去啊呢，浸杯米冰，再溫黏黏哈。哇！有些甜食啊，反正一個鮮香油。200個香油有中西合併的米哦，絲真的耶，我想吃這個，等下春啊會想食咯。我講什麼？哇！就是按那甜食哈。哦。哇，没吃到真的是给你气死呢。真的吗？真的。然后就摆盘了哈。好。哇哦！哇，卢師傅見了沒？還不會做對嘞。幹嘛糭啊？這個是蔓越莓醬。蔓越莓醬。哇！現在是上美術課了哈。要畫畫了，畫畫給你一個特寫。來來來。畫我，畫我。我看着你畫。嗯。我是說看着你畫，不是畫你。哇，有像有像。有流量嗎？哇，動情哎哦。哇，好像哦。客家電視台體日版看到。明珠對戰明珠，雖然我比手嘅準親那個資深的明珠，唔講你必須那件事情，我係唔會用會啊哦，盡量。要畫了，畫給你一個特寫。來，畫我。我看着你畫。嗯。我是說看着你畫，不是畫你。哇，有像。有流量嗎？哇，動情哎哦！哇，好像哦，自畫像不過是一抹彩虹而已，一抹紅。也米絲話會溜較鹹米絲絲的，因為我要麵包冇米絲嘛，但是也啲外面冇香到，會香鹹吼，就溜安尼就好了。哦，他做得模擬好嗎？做得。麵包。法式麵包。哦。其實我是吐司啊。饅頭啊，你都全做得啦。哦，對啊，其實饅頭沒做得，好漂亮哦，真勁呢，當初都係做衣服花用誒。那就按你一起切啊。哦。跟乜嘅？芝麻白芝麻蝦芥。所以就要較香啊，最後也香香的那就是啊，就一起的。哎，不用落去。白色時候咧吼。咩叫辣咯？叫米頭哦。你知道有一些壽司店就會不用要給都生魚片當。哇，有厲害喲！拿一個問下佢下。今日菜色就完成。哇！好，阿牛香嘅蘿蔔乾，阿牛就好食咯。哇，好想吃哎！哎呦，你怎么长高了？哎呦，好了，你先来吃题目。客家谚語哈，無心蘿蔔厚面皮係形容營養嘅咧。A 面善心惡 ，B 童顏鶴髮。哎，來了，你看嗎？你地答案呢？OK， 我們有答案了。等一下，我們先猜拳，先猜拳。來，我們就派出羅志祥。羅志祥。對，羅志祥。那我們派出明珠姐，好不好？怎麼了嗎？好，猜拳好，來，明珠姐，來。剪刀石頭布。哇，羅志祥贏了。阿先乜嘅？阿先，肯定先乜嘅？等下，你選 A，你是選，我就選南海家庭。你就選 A 啦，那就沒得選。係啊，哎呀，到底答案係乜嘅咧？答案係 A。耶！你好厲害哦，懂姜。嘅意思咧，講係外表當好看，但是底部糊嘅蘿蔔咧，用來比
就来讲安尼人啊，面善心恶安尼意思。哦，就像伯谦面善心善。哎，面善心善。啊，怎么被写懂了哦？所以去跳球消毒也不好。手部已经消完毒了呢。没关系啊，没关系，那你们不要离太近，不要喷口水进来哦。好好好，这个我们吃就好了。啊，等一下，那个两个要讲口感，要讲10句哦。来，自己拿自己的。哇，不好意思，看我们吃哎吼，真的。你有点水。那个啊，卢师傅也要吃啊。哎，走在是的，哎，你站过去，你站过去，对啊，动脑哎。卢师傅做在吃了，你没走在是还的，没做这样啊，跟就排水了。因为这种组合搭配较少看到。古从米头本人啊，哎，有惊喜的感觉。你还得吃到嘞？觉得那条幅啊跟气势很搭呢，真的没有想到有这种口感，搭到。对，有搭不到，有搭不到要加一点脆脯那种脆脆的口感，动好些。你汉一拜做的好多嘴，真的，他笑起来都很可爱。我发现有一个人吃最快，动好些。已经有人吃完了。菜脯没动用。好不好？好香的，很搭，跟气势很搭。真给。哦，好羡慕哦。我们吞口水。哎呀，唔怕啦，看鱼都简单啦，转鱼我下自家做。啊，你们没有应该讲哦。没有，我以为你要拿走。好，你要管呢吼，睇起来有福到。天视机前面观众朋友，每周都不卡来吃周坤呐。好，大前辈南区这都2分风吹加油好冇？好，拼都拼输来，是来金行最杯米馆比赛咯。我是太中普，用嘴运用接力嘅方式，就自家嘅口味，做出自天嘅菜色。喺之前都唔知接力顺序嘅情況底下，兩嘴係咪會因為太緊張嘅，殺亂紛紛麼？到底哪嘴才係真正嘅一家之主呢？你誰來上菜了？好嘞，金行都最杯米馆的比賽耶，有緊張嗎？我緊張嗎？真的很緊張。今年呢，最杯米館樂高的就是料理接力賽，料理而來接吃哦，看嘛啥？開始先做，唔過先來開啊。請一下盧師傅，讓大家講一下，兩罐為主嘅係乜嘅？兩罐為主嘅係荷蘭頭配三鮮。哎呦！荷蘭頭煮三鮮哦，三鮮哦。好，這個關鍵就在於棒次了。棒次。真的，這個有一點點難的，某給的。好，那誰先？我們兩個慢點先來出。我要派出明珠姐幫我抽。所以敏竹對敏竹嗎？好不好？看哪一個敏竹運氣好。敏竹自己先不能出後的啦。好，就靠近我。好，你拿起來本大家看，你阿媽解？啊。提上解，米頭，恭喜發財，恭喜發財哦！唔怕，我們躺着贏了。哎，1、2、3，馬解，一口。提這個切菜，我最會的。配料，小幫手，OK，沒問題。好，拿點，而且你們有廚師，自己本身就廚師幫忙了。超，真的耶！好，既然係阿牛發荷蘭頭煮呀嘅三鮮吼，隨來金行。最杯米館的比賽咯！哇，如何愛去到 C 位咧？我今年從點唔係愛客家電視台體育版看到明珠對戰明珠，來嗆下一下。咩啊？雖然愛比賽嘅準青那個資深的明珠，唔過呢比賽那件事情愛係唔運用嘅啦吼。盡量。好啦，等一下就大豬小豬落玉盤了哈，馬上準備好了哦，計時開始。好嘞。好，先給你看寫明珠兩片。我跟你說哦，這個是我們的貼心啊，體會呢要一定要先攞去手提起，喺某一方呢，等下設的時間哈會熬到，對不對？會出。我跟你說，第二次料理啊，讓你好好的訪問一下我們文傑，你剛剛講來批料呀，件事，他好專業哦。備料有什麼 TPO 注意該？你全部搞定啊？沒有，就
我会把这个虾子的虾壳拿来再利用过，哦我不会直接丢掉。好好，我不会讲，因为我们好像也没有虾子，去街道处理虾的啦，虾我们没有壳的问题。哈贡，啊，那你们的壳用慢慢走马给处理，等一下，你他就马给推掉。啊，其他两种海产系嘛，该东西对吗？这个就是发髻到那个手管呐。哎，可是你们的手管也切好累哦。切好累啊！我先处理过。因为我们是要切花的，我先告诉你。哦。我是跟文杰了。我们是讲求味道。我要激出文杰，今年文杰几乎差不多全部公会啦。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帅的人就是不用讲话就好。那兄弟下开始啊，那应不会公会。那你可能就没有画面，可能就没有画面。口讲法才有办法生存。对啊。对啊。好。因为差不多先过你这边看。好，先过去看一下。好。哇，哎，真紧切发呢，你还买个发？哦。玫瑰花，我缺菱形了啦。缺菱形，有一点菱形这样。等一下哦，煮给虚接了，它才会开那种很漂亮，这样改发。现在先要放水。好，你要放水了。水有不要漏液。你等水开。反正我们得2分了，我们先放水。那不要先搅满漏液啊。来酒。酒啊！哎，来总哦，你老这样。那这个总嘛改为先加酒啊，去腥，去腥啊！对，去腥。你准备的海产三鲜系嘛该东西？花枝、虾英、虾英。那你要5样系嘛该？我们要蒸鱼的。它的叫做蒸鱼酱啦。啊，俩系嘛该粉呐？薯薯粉，薯薯哦，片酱，阿叔系吗？薯薯。哎，糖河街道。又上镜了吗？有三个，先狗力。哦，厉害。那个制成黑州马该投入呀？我是在园区上班的。你看，科技新贵。园区。科技新贵。没有新贵啊，有新没有贵啊。有新没有贵，美型因挑路嘛。对，型因挑路啊。好，准备啦。他马上来听一改，谁是第2棒？第2棒。好，文杰。哇！等一下。哦，有人选秀了！哦！时间到了，管音，来，好，马上。别，关听一场。来，我一定要好好看他，你有没有在处理个哈狗？别关听一场的哦。你看一下我们剥虾的男人多帅气。不会公会，不会像你。来，还有盘子啊，是公会啊，公会。而且他很贴心哦，他剥完虾子，他有检查肠泥。对，这一定要的。你听我的，文杰，你做嘛会行上料理啊条不归路的？先问这2位什么地呢？那你行到退钱而已。对啊。还先行。对啊。看这边了，这边好，够力。好，加油！呀，我们厉害吧？荷兰豆。等下我现炒嘛该。而且不要香吧？不是，我先炒这个，不是，你就给我放进来。我先放进来，好，你就给我放进来。红萝卜。好，其实应该总得停手啦。哦，不好意思。哦，倒退。该去是炖。先调2分钟。是调停啦。好，来高丽奶这边来看啊。好。哦，真给。还没就干米酒啊？有啊，去腥一下。它的甜味会比较出来。哦，好香，真给。而且我这个是我的秘密武器，你看呐。我们用那个下工的好，你做那个 sauce，故说你就会吃到东西的好的味道。然后安永不会煮料理，又安不会功法，又有颜值的，我可以说只剩他一个。真的？没有啦，你还是好好做厨师。徐师傅有一种在念我的感觉。徐师傅，这里就有2位那么帅的说我。哇，你很懂职场生存呢。不违法。是师傅在这里。他求生欲很强。你痛心吗？秋波来了。秋波来了。各位改变看冇啦，你喺度看到信中同你读唔掉啊。哎呦，标豆，我们刚才上一关就是插在某标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。哈？你要赶快先把关键的弄完。准批了。先把关键的弄完。不然这个制成不行。可以啊。制成中对，制成中对。走对。不要。相信他。3、2、1。
来，第三改啊，第三改啊。来，你要看着他，你要看着他哦。好，来来来，哎这里面啊结果你看国签啊，好臭哦，不要这样。花枝，咩抽条夫啦？好臭，花枝，花枝，哎呀，惨了惨了。啊，鸟尾，炒，一定要找夸张哎，谁都爱鸟。盐巴这个等一下最好，先炒一下，哎对，先帮你炒一下，等一下长落去加蛋。盐巴，我看一下啊。厉害，加油！该系姜妈，因为甜豆姜妈嘞哦。我紧紧拱起了我们的那个发髻够吗？手环。 240好了，可以。给不用盐了，等下会太熟好了。好，不用沾，不用这沾。老掉你就气退嘞。对，会，因为那个都是这个熟的。好，你放你放下去，放下去。好，再点，好，放下去。你勾出来耶！哦，还有这个，糖，呼叫粉吗？呼叫粉外么？要，哦，你看职业伤害，你伤到他了。你看，同样哦，赶快，这样你痛心吗？秋波来了，秋波来了。不会吃不啦？奇怪，今天这它边会太老而已啦。对，真胡椒粉，胡椒粉在你前面。负责份，我要抽签。好，那多可以了，升英讲到底哦，唔係啦，搶到你啦。今日呢個過改片群魔啦，你喺度咯，群落先裝，同你賭唔掉啦。等一下雪魚咯，應該是為啲要幾多好雪嘞？好，高丽，醬油。哇，加油！加油！你要记得你要有飙到，而且又不能够飙到烧焦哦。没问题。好，你可以准备下海鲜了。我们有技术指导，都损烘不用文选下，不杰用。选下，抓一把下去就好。啊。全下。调味哦，调味哦，少一点。佢咧應該梅頭可能遲下應該就得啦。就是成敗在于你了。这边看有问题。好，快点。这边我刚刚给我们的玉姐姐试吃，来，你刚刚讲了3个字，叫做喊沾豆，这跟你没有关系吧？挑米的姑父。对对，你还不你写个寿司啊？我煮好了。煮好了。那你的葱要干嘛？你的葱要干嘛？勾芡嗎？有勾芡嗎？哦，有勾芡吗？对，还有勾芡的，哎呀。係啊，弄啊！你要試着哦。好，挨地。粉藍哦。唔可以搶料啦，不用太高，泡泡的時候試着淋上去，對。他挑手分飲用啊。我炒炒看它夠不夠。哎呦，夠嗎？夠嗎？再一點點。再一點就放，全部放。哦，好了，太高了。哇，慘咯。啊，用很好好吃，因为那个海參哈，如果你没有闻到该酱，它没有味道。有時間會多咗。哦，走那你对嘞，放一點醋，好的嘞，算是哦，要放一點點就好，一滴滴。一兩滴啦，一兩滴。好。啊，你趕快你是女高音哈。好，我们赶快去看我们那边。走对嘞，走对重攀嘞。一圈这样下去。不要一下子倒太多。好，可以。停，先拌一拉拌。锅子拿起来，拌一拌。好，可以。这样子。好，9、8、 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隨就來試試看，咱最杯麵館底度哪部卡張係你的太重譜咧？哇！你個布蘭頭呢，主要嘅三線吼做海產，太厲害了。憑良心講，人家真係當有誠意。那用給下工天長薄厚，有看到吼，調一下畫面，炒出那個甲殼素，大概都要底度。我食看了，真緊就好食嘛。好，來吃吃看。唔講顏色啦，好食嘅東西唔講顏色咯。大概。玉姐姐吃到好生猛。它的含碳冻肚吼，然后虾子也很有脆。謝謝。你要用嘅係蒸魚醬，醬，嘿，哦，蒸魚醬都食看。試試下，嚟。會搶蝦麼？要多少蝦嘛？
如果是调味的问题，全部都会张伯谦的问题。那刚刚挑米，然后我问一下文姐，你觉得调味如何？有一点咸。哈，您是哈吗？啊，志成觉得应该是就懂啦，应该是好憨。哦，耶，出柜。他的意思就是跳喊嘛。不会啦，对啊。这样吃懂啦，它是后堂里面。因為我哋嘅鎖管化機哦，喺下噴啊，假使唔啦喊哦，啲梅頭唔會落去。唔會入落去，唔會入味啦。我喜歡我們的味道。好，睇下緊張嘅哦，最杯米一罐呢都帶成績很用版，先來看李師傅搶分數。你是明智的。唔怕，喊住，你一下搶陸師傅搶分數。朱姐跟咩已我够要哎。来，我等一下去跪算盘。不会，不用。把先来谈哥，那到底是不是第3棒的问题？而家用荷蘭豆炒一3線嘅重點，就係第一，荷蘭豆甜味要炒出來，個要有車，再嚟新鮮嘅嘅海鮮嘅味絲要嚟帶出來，唔係用鹹來去攞佢帶出來，所以一片佢要用石頭啦，殼。去煮過哈，所以佢嘅精華亦落到啲位，所以吃落去當有海鮮的味絲。真的。所以我現在有嘅一片荷蘭豆啊，炒出來冇按生啊，較冇按生，一片較生意思嘅，所以一片甜味會較出來，所以我會先入鋪啊。啊，盧師傅咁講咧，其實我咪看你係以下嘅餡啊。整體也切出來餡的太細，後面好平均，就我們的太細細個。家記咯，你係太細冇強龍嘅，煮的時間啊、熟度啊，吼，全部冇強龍。還有檢查都是講梅頭，了到後有個嘅，還講海鮮的甜味，了到可能本醬料變好倒掉本輕過一點，是會好鹹了嘅。唐一來就行係第3棒的問題。啦，還有文傑真的厲害，真給先給文傑掌聲鼓勵。好。不管用，我要講真嘅呢，雖然壓出來，你得到較多分數，可是你最近人家得準備開散，我剛才是有嚇到的。紅牌。不過你係最後嘅結果啦，2比1。冇錯，今日比賽結果呢就會馮翠得到2分，藍翠得到2分，平數。好，來馮翠得到1500元的加彩金，恭喜夢想基金，恭喜！咱翠吼，今年咪做得到1500塊加彩金，恭喜！謝謝。好，先來談看呢，我一片的感想哦。志成，老太甲講一下，要來參加嘅心得係乜嘅好嗎？我咧參加咧節目，是都當先前未當好搞啦。好的，談一下文傑，老太分享一下要來參加嘅心得。這次其實參加節目也覺得跟師傅們也學到很多，他講的都還蠻有收穫的，就覺得有收穫到東西啊，謝謝。期末才知道。沒關係，看人帥就唔是都講法，啊煮的料理又好，真緊講哦，真的，只是可惜今天女朋友來現場了。其實咱最後今年係動歡喜哦，佢哋用啥改下休息嘅時間了，就問我說報名過還可以再報名嗎？真的哦，對不對？然後大家講一下，玉姐姐今年參加又有歡喜嗎？有乜嘅感想？非常係歡喜。玉姐姐先來講，增加見識，很好玩。只是有點怯場，講下怯場，你看不出來耶。不會啦，因為我講我靠廚房煮摸音孔啊呀，多少緊張啊。下次你試着放好多機器在那邊練習看看。哦，非常喺講，你做表演你節目啊，啊用緊表演並緊煮啊。哎呀，啊最尾有問一下吼，明珠姐，哎，今年參加吼對戰明珠有乜嘅感想？啊，我不能跟這個很嫩的、很年輕的、很美女的那個明珠比啦，那是我以前的過去式了。不要這樣啦，其實我們長得很像啊，你看。沒有，你看，冇槍啦，來挑戰明珠，差太多，我差太多了。講下話啦，吼，來講下話。那你老太講一下心得哈。講心得啦，今日來參加吼，非常係嘅當快樂啦，但是吼，我還是當自然的按用因煮青菜，沒有想說講哦，你按動因等下炒出來一本師傅拼倉啊哈，是不是有多少緊張啊？所以今日煮嘅菜吼，抓出菜就好鹹啲啲的啦，
嘿，所以喊你为十个转去加强一下。唔啦，冇啦，我谢谢谈出来系我嘅问题啦，吼。儿子、孙子辈的老妈妈批乡下来比赛，呢就一个最后嘅料理嘅师推交流。香港呢有师傅带陪你按精彩嘅学习，抢太自家，最多电视机面前面做田里乡下来做料理哦。系啊，还有俩小朋友动难得哦，看到两只民主哦，还有我竟然可以尊重第二个民主节动难得哦，假使还有民间的白camp，加加来报名好冇？好冇？对，民间呢把前面把加来报名做料理推理体挑战一下。哦，一家之主等等你乡下来报名哦，下礼拜再见，拜拜拜。拜。